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总统热清德顶礼拜访问太平洋的邦交国，而且按照着惯例，过境美国的夏威夷甲关岛，讲阿强的解放军以这做借口，准备要来启动着军事演习。虽然中国也未正式来宣布，也毋过咱的国防部中岛已经提前做好着准备了。阿强是来宣布讲，为今仔日开始到11号，要伫浙江甲福建以东的空域来开设着7个空域的保留区。咱的国防部已经伫咧早起来开设着应变中心，而且指导各级的部队严密监控，保持戒备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